如何在 POS 進行調貨？打開 POS 點擊倉存，點擊入倉頁籤，點擊調貨 icon 創建調貨，點擊出貨倉庫，選擇出貨倉庫，在目標倉庫列表中選擇出貨倉庫地點，然後點擊儲存，點擊搜索搜尋商品來添加商品，在輸入框輸入商品名稱或 SKU 編號，然後銀回車進行搜索，勾選想要進行調貨嘅商品，點擊右上角新增，將商品添加到調貨列表後，輸入調貨數量。在原因下選擇適當嘅原因。本地指該商品在當前地點嘅庫存數量，來源指該商品在出貨倉庫嘅庫存數量。點擊底部嘅創建送貨單，建送貨單後，從出倉地點 POS 進入出倉頁面，可以看到出倉信息。該調貨記錄嘅狀態為待出貨。當出貨後，點擊右邊嘅箭頭 icon 進入出倉界面，在出倉頁面核對出倉信息無誤後，點擊確認即可完成出倉。等出貨地點完成出貨，入倉地點可以執行入倉操作。點擊倉存，點擊入倉，點擊該入倉記錄右邊嘅箭頭 icon， 打開入倉頁面。在入倉頁面核對入倉信息無誤後，點擊確認即可完成入倉。第二部分，調貨俾其他店鋪倉庫。打開 POS 點擊倉存，點擊出倉頁籤，點擊調貨 icon 創建調貨單據。點擊目標倉庫，在目標倉庫列表中選擇出貨倉庫地點，點擊儲存，點擊搜索按鈕搜尋商品來添加商品，在輸入框輸入商品名稱或者 SKU 編號，銀回車查看搜索結果，勾選想要進行調貨嘅商品，點擊右上角新增。將商品添加到調貨列表後，輸入調貨數量。在原因下選擇適當嘅原因。本地指該商品在當前地點嘅庫存數量，來源指該商品在出貨倉庫嘅庫存數量。接下來需要在底部欄位中選擇此調貨列表的操作。可以選擇創建調貨、創建調貨單並出倉。創建調貨是為此調貨，創建調貨單。出倉記錄狀態為待出貨，需要在貨物出貨以後，點擊箭頭 icon， 點擊確認完成出貨出倉。創建調貨單並出倉嘅功能係創建調貨單並同時確認出貨出倉完成。確認送貨後，可以喺目標地點嘅 POS 中睇到入倉記錄。點擊右邊的箭頭 icon 進行入倉，點擊確認即可完成調貨。如果需要取消調貨，打開 CMS 點擊庫存，點擊調貨，找到需要刪除嘅記錄，點擊右邊嘅取消 icon，即可取消調貨。